这个今天我们在这儿啊，有一个隆重的聚会。这个会议隆重到什么程度？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领导给我们讲两句，好不好？好。今天呢，我们坐在这一起都不容易，强调一个事情，这一个事情非常重要，它不是两个事情，重要到什么程度？今天呢，由我来给大家强调一下。这个事情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事情整明白、搞清楚，把这个事情整明白了，我们才有了方向，才有了希望，才有了未来。所以这个事情呢非常重要，所有其他事情都没有这个事情重要。大家同不同意？同意。所以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搞清楚，听明白了没有？明白了。明白这个事情，我们就有了方向，就有了目标。有了这个事情搞明白了，我们就有希望。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讲得好。好。